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，定代表哈马斯组织伫咧国际顶头出面的哈尼亚，31传出伫咧伊朗首都德黑兰互人抬死的消息。死者除了哈尼亚，伊的保镖也是死去啊。互抬死进前呢，又参加伊朗新总统的就职典礼。伊朗政府和哈马斯也拢证实这则消息，拢讲是以色列用空袭的方式甲因抬死。包含革命卫队在内，伊朗政府机构加哈马斯组织，因讲同一时间发布哈尼亚无实新闻的消息，并且将这目标指向以色列，讲以色列空袭德黑兰的哈尼亚大所在，造成伊甲一个保镖死亡。不过伊朗方面并无说明哈尼亚无实过程，只是讲也伫咧调查中。现年62岁哈尼亚是加沙在地巴勒斯坦难民的第二代。学生的时代就正做穆斯林兄弟会伫大学的代表，积极参与以武力反抗以色列统治运动。1997年，哈尼亚正做当时哈马斯创办人亚辛的办公室主任，实际上开始来领导哈马斯。甲约旦河西岸的法塔组织有相关的地位，来争夺整个巴勒斯坦领导地位。随即个以色列甲巴勒斯坦最摆爆发老血冲突。哈马斯伫巴勒斯坦的声望慢慢超过法塔。虽然哈尼亚伫内外因素之下被迫煞往卡达去住，也不过伊愿意政治局主席的身份对哈马斯来发号命令，也最摆代表哈马斯出现伫各种的外交场合，等于是哈马斯代表人物。包含伫去年10月7日对以色列恐怖攻击，引发加沙战争了后，哈尼亚相关代表哈马斯伫各种外交协调场合来讲话。وإن أي مرونة نبديها في التفاوض حرصا على دماء شعبنا ولوضع حد لآلامه الكبيرة وتضحياته الجسام في حرب الإبادة الوحشية ضده يوازيها استعداد للدفاع عن شعبنا。对着恐怖攻击，也有随之而来加沙战争，国际法庭伫今年5月发出逮捕令。伫外界真关心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以外，哈尼亚相关被控牵涉战争罪甲反领导罪行。公视新闻，齐嘉玲编译。